識我嘅朋友都知阿邦我嘅 stand up 偶像一直都係 Louis CK 啦，咁所以咧喺我呢個10大 stand up comedian 系列當中咧，我第一個要介紹嘅咧就係呢位大哥啦。對我嚟講啦，CK 絕對係過去10年世界最勁嘅 stand up comedian 啦，沒有之一啊。咁睇網上資料啦 ，Louis 係喺1967年出生於美國嘅華盛頓，老豆係一位嚟自匈牙利嘅半猶太裔、半墨西哥裔嘅經濟學家啦。阿媽就係一個美國軟件工程師，兩位都可以話係高級知識分子啊！有咁嘅優良傳統啊基因啊，難怪 CK 諗嘢唔簡單。咁雖然 CK 喺美國出世嘅，但係佢細個時候咧，其實係喺墨西哥大嘅，所以佢母語係西班牙文，直到7歲先重新翻到美國咧學英文嘅啫。咁可能就係一個咁有大分數嘅背景啦，令佢啲 get 咧多咗一個比平常人諗到唔同有趣角度嘅原因。咁 CK 嘅童年咧唔幸福嘅，10歲嘅時候咧佢父母離異，佢之後就同3個姊妹咧跟咗阿媽啦，由阿媽度嚟養大。成件事咧有啲似香港另一個傳奇笑匠周星馳咁啦，又或者係咁，佢哋兩個 comedy 咧或多或少都有少少 dark 嘅。咁高中畢業之後啦 ，CK 短暫做過揸士巴拿嘅汽車維修員啦，直到80年代中期先開始喺波士頓嘅 comedy club 度玩 stand up。咁佢咧聽講嚇，第一次 stand up 係唔掂嘅，即係我哋俗稱講嘅叫 bomb 咗。咁呢次失敗咧係令佢2年都唔敢再上台㗎。咁所以各位新人啦，你哋第一次唔好笑咧係唔緊要㗎，唔代表你一世唔好笑㗎。好似 CK 咁堅持就得㗎啦。咁同一般淨係做 stand up 嘅 comedian 有啲唔同啦。CK 兼任好多唔同嘅創作崗位嘅，例如編劇、導演同製作人。咁佢第一部導演嘅 short movies 咧就叫 Trash Day， 係喺佢17歲1984年嘅時候咧執到嘅。印象中好似幾年前喺網上睇過嘅，但係今時今日要揾翻又揾唔到。不過其實咧，如果你想睇佢啲片咧，唔難嘅，因為咧佢有個 official website 係有晒好多佢啲片嘅，係叫 louisck.com 付費 download 就得㗎啦。咁 CK 威水史一集講唔晒嘅，咁就開多集啦，講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